Hello，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件關乎到大家同埋屋企人健康嘅切身大事。平時行開街市嘅朋友，特別係各位主婦或者一家之主，去到海鮮檔見到啲新鮮肥美嘅水產，係咪好自然就想買返屋企街蟹？甚至覺得某啲水產好滋補，要煮俾生肖屬乜或者正值某個年紀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食呢？但係你知唔知街市入面有5種大家極之常見，甚至好多人當係寶品咁樣日日食嘅水產，其實佢哋全身上下都布滿晒恐怖嘅寄生蟲。如果處理得唔好或者食法錯咗，分分鐘會將呢啲蟲卵同埋幼蟲吞晒落肚，到時就真係變咗花錢買難受，嚴重嘅甚至會危害生命。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話我食咗幾十年都冇事啦，驚咩呀？以前啲人話齋污糟食污糟大，但係依家嘅環境同埋水質同以前已經完全唔同，加上好多寄生蟲嘅潛伏期可以好長，甚至喺你身體入面住足10幾20年你都未必知。所以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五一十咁公開呢5種最危險嘅水產，同埋分享反4個去街市買蟹一定要知嘅保命原則，等大家以後行街市買蟹都可以買得安心，吃得放心。首先要點名嘅第一種水產就係好多香港人好鍾意食，貪佢鮮甜又有益嘅黃鱔。好多老人家或者啱啱生完 BB 嘅媽咪都鍾意用黃鱔嚟煲湯或者燉湯，覺得佢補血、補氣、壯腰、生津。甚至有啲人一到咗40、50歲，覺得自己體力差咗，就想用黃鱔嚟大補。但係大家一定要知，黃鱔因為生活喺水底嘅泥沙同埋淤泥入面，佢哋嘅生長環境非常容易滋生一種叫做鱷口線蟲嘅寄生蟲。呢種寄生蟲嘅生命力極之頑強，有科學研究做過實驗，就算用酒嚟浸或者用鹽嚟醃，佢哋都可以活生生咁生存好耐。如果我哋食咗冇徹底煮熟嘅黃鱔，呢種鱷口線蟲就會進入我哋嘅腸胃，然後穿透牆壁，隨住血液循環喺我哋全身上下周圍游走。最恐怖嘅係，佢哋可以游到去你嘅皮膚表面，令到你皮膚又紅又腫又痕，甚至會游到入眼球，導致雙眼失明。如果游到入大腦，更加會破壞腦部神經，隨時致命。所以黃鱔雖然真係好補，但佢同時亦都係名副其實嘅寄生蟲之王。第二種好多人當係寶嘅水產就係淡水小龍蝦。呢幾年小龍蝦無論係喺內地定係香港都非常之受歡迎，特別係一到夏天，好多20零30歲嘅後生仔女放工之後最鍾意約埋3、5知己去食麻辣小龍蝦、13香小龍蝦，配埋杯冰凍啤酒，真係覺得人生一大享受。但係小龍蝦嘅主要問題在於佢哋嘅生存適應能力太強，就算喺污水渠、重金屬超標或者極之污糟嘅死水潭入面，佢哋都一樣可以生存。亦都因為咁，小龍蝦嘅頭部、腮部同埋腸臟往往積聚咗大量嘅肺吸蟲、幼蟲。如果烹調嘅時候時間唔夠長，或者純粹用大火快炒，雖然外表睇落熟咗，但係中心嘅溫度根本未足以殺死啲肺吸蟲。人體一食咗呢啲帶有肺吸蟲嘅小龍蝦，呢啲蟲就會喺人體嘅肺部定居，引起咳嗽、咳血、胸痛、發燒，甚至會令到肺部組織受損，出現肺積水。更嚴重嘅係，小龍蝦身上可能仲會帶有其他不明嘅毒素。過去就曾經有好多人因為食咗不潔或者未熟嘅小龍蝦而患上橫紋肌溶解症，導致全身肌肉酸痛，排出茶色嘅尿液，甚至引起急性腎衰竭，要入醫院洗腎保命。第3種要提防嘅就係好多鍾意食潮州打冷或者江浙菜嘅朋友最無法抗拒嘅生葉蟹，亦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醬油蟹或者醉蟹。唔少人去到30、40歲開始追求口味上嘅刺激，又或者去旅行嘅時候見到當地人食得津津有味，就會放膽去試。有人甚至話呢啲蟹用咗高濃度嘅白酒、高粱、烈酒，加埋大量嘅蒜頭、辣椒同埋豉油去醃製，啲酒精同埋生抽一早已經將啲細菌同埋寄生蟲殺死晒啦。而且醃完之後嘅蟹肉好似啫喱咁入口即溶，簡直係人間美味。
但係呢個絕對係一個極之致命嘅誤解。醫學界已經多次證實，無論你用幾高濃度嘅酒精、幾多鹽或者幾多醋，都根本冇辦法殺死淡水蟹或者鹹淡水交界蟹子體內嘅肺吸蟲囊蛾。呢啲寄生蟲喺高鹽、高酒精嘅環境下依然可以保持活躍。當你以為自己食緊鮮甜嘅蟹膏蟹肉嘅時候，其實你係一啖一啖咁將成千上萬嘅肺吸蟲活生生吞落肚。呢啲蟲喺你體內孵化之後，會喺你嘅游走全身，除了肺部之外，仲有機會侵襲你嘅肝臟同大腦，後果不堪設想。第四種水產就係大家平時去飲茶、食海鮮餐或者家庭聚會都好中意點嘅淡水魚生。雖然喺香港正規嘅食肆好少，亦都唔被允許供應淡水魚生，但係唔少人返內地玩或者去到某些特定地方嘅時候，都會被帶去食所謂嘅正宗順德魚生或者山水鯇魚生。有啲人甚至覺得鯇魚或者大頭魚呢啲淡水魚用山泉水養住就等於乾淨，切到薄一薄，點埋檸檬葉絲、橋頭絲、花生碎同埋麻油，食落口爽脆鮮甜。甚至有啲50-60歲嘅老人家，一到咗呢個年紀就特別偏愛呢種傳統風味。但係所有淡水魚都係中華肝吸蟲嘅高危宿主。中華肝吸蟲顧名思義，佢最中意去嘅地方就係人類嘅肝臟同埋膽管。當你食咗含有肝吸蟲囊蛾嘅淡水魚生之後，呢啲幼蟲就會喺你嘅十二指腸入面破囊而出，然後順住膽管爬入你嘅肝臟。佢哋會用吸盤吸附喺你嘅膽管壁上面，靠食你嘅膽管上皮細胞同埋血液為生。一條肝吸蟲喺人體內可以生存成20至30年咁長，而且佢哋每日都可以產下幾千隻蟲卵。隨住時間過去，你嘅膽管會被呢啲蟲塞住，引發膽管炎、肝硬化、腹水。最可怕嘅係，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中華肝吸蟲列為1級致癌物，它是導致膽管癌嘅直接元兇。好多人到咗60-70歲，發現自己患上肝癌或者膽管癌，追查返源頭，好可能就係因為後生嘅時候食咗1-2次淡水魚生。第五種，好多人日日食，甚至當成極品補品嘅水產，就係螺類，特別係福壽螺或者一啲大型嘅淡水螺。有啲人行街市見到啲螺大大隻，價錢又平，就買返屋企用紫蘇、調羹、蒜頭爆炒，覺得螺肉爽口彈牙，係好好嘅下酒菜。更有甚者，有啲人聽信民間偏方，覺得食某啲特定嘅野生田螺可以明目、清熱、解毒，甚至覺得對小孩子嘅發育有幫助。但係福壽螺可以話係移動嘅寄生蟲大本營，一隻福壽螺體內可以藏有高達3000至6000條廣州管源線蟲。呢種寄生蟲極之中意侵犯人類嘅中樞神經系統。如果食咗未徹底煮熟嘅福壽螺，廣州管源線蟲嘅幼蟲就會透過腸道血液循環，直接游去你嘅大腦同埋脊髓。佢哋會喺你嘅腦脊液入面游動，引發嚴重嘅嗜酸性粒細胞性腦膜炎。患者會出現劇烈嘅頭痛、發燒、頸部僵硬，甚至面部癱瘓、失明、痴呆。嚴重者更會導致死亡。就算好彩執返條命，大腦神經受損所帶來嘅後遺症，亦都會伴隨餘生。睇完呢5種咁恐怖嘅水產，大家係咪覺得行街市好似行入咗個地雷陣咁，好似食乜都危險？其實大家又唔使過分恐慌，因為只要我哋掌握到正確嘅挑選同埋烹調方法，寄生蟲係完全可以被消滅同避免嘅。為咗保障自己同埋一家大細嘅健康，去街市買雞同埋喺廚房煮飯嘅時候，一定要死守以下呢4個保命原則。第一個保命原則就係徹底煮熟，拒絕一切生食或者半生熟嘅淡水水產。呢個係最有效、最直接，亦都係最無敵嘅防線。寄生蟲雖然生命力頑強，但係佢哋都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就係怕熱。絕大多數嘅寄生蟲同埋佢哋嘅蟲卵，只要喺攝氏100度嘅沸水入面持續加熱煮沸超過5至10分鐘，或者確保食物中心溫度達到攝氏75度以上，佢哋就會被徹底殺死。所以平時煮黃鱔、炒小龍蝦、煮螺肉嘅時候，千萬不要追求所謂嘅嫩滑口感而縮短烹調時間。特別係大隻嘅水產，
一定要燜久一點，煮透一點。好似黃鱔段、小龍蝦呢啲，一定要確保肉質完全變色、收緊，中心部分完全熟透，先好起鑊。至於淡水魚生、生葉、蟹、醉蝦呢啲完全冇經過高溫加熱嘅食物，為咗自己條命着想，真係一啖都不要掂。第二個保命原則就係嚴格做到生熟分開，防止廚房嘅交叉污染。好多時候，雖然我哋最後將食物煮熟咗，但係喺準備嘅過程當中，卻無意中將寄生蟲傳播開去。例如，好多屋企嘅廚房得一塊砧板同埋一把菜刀，媽媽可能啱啱用呢塊砧板切完生嘅黃鱔或者生嘅淡水魚，隨手用抹布抹一抹，或者用清水沖一沖，跟住就喺同一塊砧板上面切生果，切已經煮熟嘅燒味，或者切做沙律嘅青瓜。呢個舉動其實非常之危險，因為生水產上面嘅寄生蟲、幼蟲或者蟲卵，好容易會沾染喺砧板、菜刀或者你嘅雙手上面。當你再去處理即食食物嘅時候，啲蟲卵就會順理成章咁黏附喺熟食上面，被你直接食落肚。所以屋企一定要準備至少2套砧板同埋菜刀，一套專門用來處理生肉同埋生水產，另一套專門用來處理熟食同埋生果。而且處理完生水產之後，一定要用撈液洗乾淨對手，洗乾淨洗水盤，甚至用熱水燙一燙用過嘅廚具，咁樣先可以確保萬無一失。第三個保命原則就係千萬不要盲目相信野生、天然或者山泉水養殖就等於乾淨。依家好流行行街市嘅時候，聽到檔主話呢啲係野生田螺、野生黃鱔，或者係用純天然山泉水養嘅鯇魚，大家就會覺得好珍貴，覺得天然嘅一定好過人工養殖，甚至覺得咁樣就無寄生蟲，可以放心生食。呢個觀念真係錯得好緊要。事實上，正正因為係野生環境，佢哋接觸到嘅水源、泥土同埋食物鏈更加複雜。野外嘅水域可能充滿咗各種野生動物嘅糞便、死屍，亦都有更多嘅中間宿主，好似釘螺、水狗等等。所以野生水產體內含有寄生蟲嘅幾率同埋數量，往往比人工再嚴格監控、定時清理同消毒嘅魚塘入面養殖嘅水產還要高得多。所以千祈唔好俾野生或者天然呢2個字蒙蔽咗你嘅智慧。無論係邊度嚟嘅淡水水產，一律當作有寄生蟲嚟處理，必須煮熟。第4個保命原則就係慎選購買渠道，認清食物標籤，並且切勿飲用未經消毒嘅生水。去街市米係嘅時候，盡量光顧有信譽、有牌照、環境衛生、乾淨嘅檔口，唔好因為貪便宜去買一啲推住車仔喺街邊擺檔、來源不明嘅水產。因為呢啲無牌小販嘅貨源根本冇任何衛生檢疫保障，好可能係喺一啲污染嚴重嘅山邊水渠或者死水塘入面撈返嚟嘅。另外，平時如果想食魚生，一定要選擇專門供生食嘅深海魚，好似三文魚、吞拿魚等，而且要認真睇清楚商戶嘅食物業牌照，確保食物係由合法嘅生食加工場處理。雖然深海魚都有機會有二尖線蟲等寄生蟲，但正規嘅深海魚生會經過嚴格嘅低溫冷凍處理，喺攝氏零下20度冷凍超過7日，或者攝氏零下35度冷凍超過15小時。咁樣做已經可以有效殺死寄生蟲。但淡水魚係絕對不能用冷凍法嚟當魚生食嘅，因為淡水寄生蟲對超低溫嘅耐受力完全唔同，冷凍都殺唔死。同時喺廚房處理海鮮嘅時候，千萬唔好隨便飲用自來水或者用生水去沖洗即食嘅食物，因為自來水管入面有時都可能帶有微小嘅寄生蟲卵。各位街坊，健康真係我哋最大嘅財富，特別係當我哋活到某個年紀，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嘅時候，更加要對入口嘅食物把好關。我哋行街市本來就係為咗買新鮮健康嘅食材返去滋潤屋企人嘅身體，但如果因為一時嘅口腹之欲，或者因為缺乏呢啲基礎嘅食品安全知識，而將充滿寄生蟲嘅水產當作補品日日食，最後損害咗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咁就真係得不償失。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行街市嘅時候，
可以記住呢5種高危水產，同埋死守呢4個保命原則。米蟻煮飯嘅時候多留一個心眼，煮得久一點，分得清一點，選擇好一點。希望呢個分享可以幫到大家，等大家同屋企人都可以食得精明、健康長壽，開開心心享受每一餐。